师伯，我们活不成了，别费心思了。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寻到机会，赶快逃！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不想活了？啊？竟然敢救魔教中人！魔教中人就不是人了。再说刘叔叔犯了什么罪，你如此残忍对待？我如今只想退出江湖，跟屈大哥钻研音律。那个嵩山派苦苦相逼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不管你有任何理由，你勾结魔教就是死罪。你的妻儿、你的徒弟知情不报，通通都该死！放屁！嵩山派如此是非不分，还说自己是五岳盟主。令狐师兄，令狐师兄，小子，我看你内伤不轻，估计时日不多，今儿老子就送你一程。教主，我没事。吃迷药提升功力，不要想命了！朱雀，我任命你为下一任务夺教教主，速回云南总坛。快走，快点带他们走！你想让我白白牺牲吗？快走！令狐师兄，小尼姑，哭得这么伤心，她是你的情郎吗？住手！我俩的性命可以拿走，把他们俩给放了。哈哈，想得美！这小子既然敢骂嵩山派，我今天一定要他死！飞师伯，你不要再枉造杀孽了。你陪师伯我共度春宵，若是哄得我开心，我就不杀他。啊，废兵！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嵩山派残污纳垢，更是日月神教10倍。义父，他人来迟了。令狐师兄，没有了，回
经被宗门禅震断了心脉，救不了了。怀里有一本曲谱，拿上。我不在了，有个姐。曲大哥，曲大哥，等等我。陆师叔。此次若非左盟主晚到些时间的话，恐怕大伙儿早就遭遇魔教的毒手了。魔教贼子不敢与咱们明刀明枪相斗，竟使一些阴谋诡计啊！莫大先生御下不言，险些铸成大错。依我看，如果真是魔教的圈套，也不会只来区区的蓝凤凰和曲阳几个人。莫师兄，请你调一些衡山派的人来，防患于未然。你们看，莫大先生之前还拼命地维护刘正风，这记耳光可谓响亮。你身上还有白云熊胆丸吗？师兄，这妖女死就死了吧，何必浪费咱们的丹药呢？于沧海说是他救走了令狐冲，那他一定知道辟邪剑谱的下落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兄台节哀。令狐兄身为五岳弟子，却不顾性命的为我义父出头，这份见识和胆识，实在难得。兄台谬赞，我只不过是看不惯嵩山派以正义之名行邪恶之事罢了。世上从不缺明辨是非的君子，只是少了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豪杰。兄台武功卓绝，定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？我的名字，你还
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今日令狐兄和银鳞小师妹为华山和衡山结下善缘，日后在下必当报答。我跟银鳞师妹也要去刘府与家属会合了，兄台后会有期。令狐兄，你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。衡山城此刻鱼龙混杂，还是不要去为好。我呀，说奸人栽赃嫁祸，此行是为了证明清白，我绝不让华山再蒙冤。也罢，我们就此别过。